我哋平機會咧係執行4條嘅不平等嘅條例。咁就住如果任何政府有任何嘅政策法例，以至政府嘅公務員或者係高級官員咧係違反呢4條法例嘅話咧，平機會咧係可以透過法律嘅渠道咧係告政府嘅。咁作為主席咧，佢如果平機會裏面一牽涉到啲問題，就係唔討論避席嘅話咧，呢個就失咗作為主席基本上嘅功能。第二呢，係每一年呢，國際上面都有不同嘅會議呢，係討論呢個人權同埋平等機會有關嘅一啲嘅事情嘅。譬如今年嘅9月呢，就會討論呢一個殘障人士公約嘅一啲嘅事件。咁平機會呢已經係寫緊一個有關殘障人士嘅香港情況嘅報告。咁呢個報告裏面呢，相當多嘅地方呢，係針對政府喺呢方面做得不足嘅地方。咁到時去到呢個聯合國，政府有個報告，由政府嘅局長講，我哋平機會有個報告，由呢個行政會嘅召集人講呢，好明顯，到時聯合國嘅其他國家嘅成員呢，都唔知你究竟邊個係政府，邊個係平機會，所以呢啲嘅角色衝突呢，就肯定會出現。我認為呢，林煥光先生喺過往嘅年紀呢，喺平機會做嘅工作呢，係已有成績，而且都係被市民同埋一啲有關嘅團體呢，都覺得做得不錯嘅。我覺得林煥光先生應該要珍惜呢一個嘅工作成果呢，係辭去行政會召集人嗰呢一個嘅職位。